鸟鼠，鸟鼠住伫天棚顶，毋过无来走骹乱。阮感觉欢喜，但是毋知是安怎因毋来走骹，鸟鼠拢仔倒囥伫遐，因为因拢会去厝边仔的灶骹。虽然欢喜，毋过阮嘛感觉怪怪，因为鸟鼠敢若是伫嫌阮灶骹有倒位毋拄好。搁较袂当了解的是，阮兜比厝边仔拢较乱。灶骹四界拢有食物的沙把、饼沙把落伫灶台顶，菜沙把踢伫拄仔骹。老实讲，伫灶骹会使食的物件有够济。我伫想，鸟鼠是毋是看甲目火啊？灶骹若清气，鸟鼠就真学逐暗拢找有通食。因就爱有耐心，有哪肯才食会饱，通度过冬。但是来到阮灶骹，物件济甲因毋捌拄过，煞毋知要安怎好。因可能有想买试看卖，但是看到的甲闻到的有遐济，互因煞拢戆去，自安尼翻头转去，为着无通超物件，感觉歹势变细字。